AI 小百科，小朋友們好啊！我是你們的好朋友阿福。今天我們要認識一個超級聰明的夥伴，他的名字叫 AI。你們是不是經常聽到大人說篩很厲害？他能陪我們聊天，幫我們學習，還能解決生活裏的小難題。想知道篩是怎麼吃東西長本領？他的成長故事有哪些精彩瞬間？生活中他撞在哪些角落默默幫忙？又該怎麼安全地和他做朋友嗎？跟我來吧。第一章 AI 的飲食起居小秘密。你們每天約3餐才能長高高有力氣， AI 也需要吃東西哦。他最愛的不是零食大餐，而是各種數據、卡通圖片、兒歌語音、故事文字，還有我們看動畫的記錄。馬路上的車流量都是 AI 的營養餐，這些數據像小水滴匯成大河， AI 把它們分類整理，就能找到規律，認識世界。比如給 AI 看萬張小狗圖片，它會記住小狗4條腿、毛茸茸、會搖尾巴的特點。再看萬張小貓圖片，就能分清兩者不同。就像我們吃各種食物補營養， AI 靠數據積累知識變聰明。 AI 的本領來自編程序，這就像給他發魔法指令。工程師叔叔阿姨用電腦語言告訴 AI 遇到事情該怎麼做，比如讓 AI 看到紅紅圓圓、大小斑點的水果就叫蘋果，它以後就能立刻認出。讓 AI 聽到唱兒歌就播小星星，它就成了點歌小助手。程序還能設定 AI 的性格，溫柔可愛或認真仔細，而且會不斷修改完善，讓它的本領越來越強。最厲害的是篩超愛學習，他不會學一次就停下，會反覆琢磨數據，總結經驗，像我們做數學題一樣，錯了就改。一開始他可能分不清貓和狗，但看了萬張動物圖片，對比耳朵、尾巴、叫聲後，不僅能分清，還能辨認波斯貓、柯基犬等品種。 AI 的學習能力不斷進步，從只能回答1+1等於幾，到能講故事、討論角色、重畫簡單線條，到能畫色彩豐富的畫作。就像我們每天讀書做遊戲，它也在天天進步。第二章 AI 的成長日記。小朋友們猜猜 AI 幾歲？他比爺爺奶奶還大呢。1956年夏天，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科學家們聚會，第一次提出人工智能，給這個智慧小精靈正式命名， AI 就這樣誕生啦。那時候的 AI 很笨，像剛上幼兒園的小朋友，只能做基礎數學計算，回答幾個固定問題，比如問2+3等於幾能說出答案，但問為什麼就會迷茫。而且當時的電腦像小房子一樣大， AI 只能在實驗室裏，普通人根本見不到。接下來幾十年 AI 慢慢長大，上世紀60年代，它學會辨認簡單文字圖形，解決簡單邏輯題。90年代電腦變小普及， AI 走進普通人生活，語音識別能聽懂打開音樂，翻譯軟件能簡單翻譯英文，雖然不夠準確，但能幫我們理解大概意思。2010年後 AI 迎來快速成長的黃金時期，數據越來越多，電腦計算能力越來越強，它的本領突飛猛進，能暢快聊天，聽我們分享喜怒哀樂，能搜尋各種知識，不管是星星為什麼發光，還是恐龍為什麼滅絕，都能快速找答案，還能畫畫、唱歌、寫詩，幫老師批改作業，幫醫生分析檢查報告。現在我們身邊到處都是 AI， 語音助手查天氣，刷視頻時推薦喜歡的卡通片，遊戲裏的對戰角色，買東西刷臉支付，都是他的本領。未來的 AI 會更厲害，可能成為你的專屬學習小夥伴，知道你數學好但作文弱，就推薦讀物和練習，知道你邏輯思維需要加強，就用益智遊戲鍛鍊你。生活中，他會是貼心小管家，
早上叫你起床，提醒穿什麼衣服，放學後督促寫作業，安排玩耍時間，還能幫媽媽提醒煮湯，幫爸爸寄買東西。探索世界時，他是探險搭檔，和科學家探索深海，拍攝未知海洋生物，和宇航員飛向太空，探測星球環境，還能模擬自然災害，幫我們預防。但要記住，不管 AI 多強大，都是人類創造的好朋友，永遠取代不了爸爸媽媽、老師和好朋友。第3章，生活中的 AI 小幫手。AI 早就悄悄走進我們的生活，像隱形小精靈，在各個角落默默幫忙。學習上，他是超級輔導老師。做作業遇到不會的數學題，爸爸媽媽不在身邊，智能學習機能幫忙拍下題目告訴 AI， 他就用可愛圖片、生動動畫，一步步講解思路，用簡單語言把複雜知識變易懂。學分數時用切蛋糕分蘋果，告訴我們分成4份，每份就是1/4。學自然常識時模擬種子發芽，讓我們看到種子長根發芽長成小樹的過程。語文學習中，它能糾正拼音發音，比如把蘋果的 PN 讀成 BN， 會溫柔提醒反覆練習。寫作文時，幫我們檢查錯別字、標點，還建議加一句風景描寫更生動。學英語時，AI 是超棒的夥伴，它能模擬外教標準發音，帶我們讀單詞、練對話。不管早上、放學路上還是週末，都能隨時練習，再也不用擔心沒機會睡英語。而且它會根據學習情況調整難度，單詞記得好就推薦簡單對話，對話熟練了就挑戰小故事，讓我們不知不覺進步。生活中，AI是貼心小管家，早上愛賴床，智能音箱能唱住你喜歡的兒歌叫你起床，還告訴你天氣，提醒穿什麼，帶水杯。媽媽做飯時，智能炒菜機能自動控制火候和時間，翻炒調味一氣呵成，做出美味佳肴，還能根據口味調整鹽油，超級貼心。外出時，AI是會認路的小向導，爸爸媽媽開車去公園、動物園，導航 APP 實時看車流量，告訴我們哪條路不堵，哪條最近。語音提醒轉彎減速。坐地鐵公交時，刷手機乘車碼 ，AI 快速識別方向，不用掏現金買車票，方便快捷。休閒娛樂時也有 AI 的身影。益智遊戲裏，它根據我們的水平調整難度，讓我們玩得有挑戰不費力。刷視頻、看動畫時，它記住我們喜歡的類型，不斷推送類似內容。除此之外，醫院裏的智能診斷系統能幫醫生快速分析檢查報告，圖書館的智能檢索機能快速定位書籍，馬路上的智能交通燈能減少堵車。AI 就像萬能小精靈，讓生活越來越方便美好。第4章 AI 安全小守則。雖然 AI 很聰明有用，但和它做朋友也要注意安全，學會保護自己。首先要警惕小風險，有些不適合小朋友的暴力、恐怖內容或越狀話、不文明行為的內容，可能通過 AI 傳播，影響我們的身心健康。如果隨便告訴 AI 家庭住址、電話號碼、學校名稱或發送自己的照片視頻，這些信息可能被壞人利用，帶來危險。而且 AI 有時候也會犯錯，數據不準確，他的回答就會出錯，這時候不能完全相信他。那怎麼保護自己呢？小科總結了幾個小技巧。第一，只使用爸爸媽媽、老師認可的 AI 產品，比如正規智能學習機、知名品牌智能音箱，不隨便下載陌生 APP， 點開來歷不明的鏈接，看到不適合的內容，立刻告訴家長老師，馬上關閉頁面。第二，牢牢守住隱私防線，決不告訴 AI 敏感信息，不發送私人照片視頻或家人銀行卡信息。如
遇到 AI 詢問，要果斷拒絕並告知家長。第三，學會獨立思考，不盲目聽信 AI 的話。若知識與課本不符，要主動求證。寫作業時不依賴 AI 直接給答案，先自己思考。實在不會再尋求提示，培養動腦能力。第四，合理使用 AI 產品，保護好身體，不能長時間玩電子產品，長時間看屏幕會傷眼睛，影響發育。可與家長約定，每天使用不超過1小時，每20分鐘休息5分鐘，多參加戶外活動，不沉迷 AI 產品。第五，聽從家長安排，爸爸媽媽會根據年齡選擇合適的 AI 產品，設定使用時間和內容許可權。我們要服從安排，不偷偷修改設置。遇到問題及時溝通。AI 是個好幫手、好朋友，能陪我們學習，帶來快樂。但只有安全合理使用它，才能讓它真正幫助我們。希望大家都能牢記 AI 安全小守則，在 AI 的陪伴下度過快樂、安全、充實的生活。今天大家認識了 AI 的飲食起居小秘密，了解了它的成長故事，找到了生活中的 AI 小幫手，還學會了和它做朋友的安全守則。相信現在大家對 AI 有了更全面的認識，以後使用 AI 產品時就能既享受便利，又保護好自己啦。我們下次見啦，拜拜。